现代台语版圣经撒迦利亚书第13章。伫迄日，要为着大笔的后代甲耶路撒冷的住民开一个水泉，通洗除因的罪恶甲拉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伫迄日，我要对即个地除去偶像的名，互人袂阁记得因。我嘛要对即个地除去先知甲有话的神。若有人还要讲有言，伊的爸母会甲伊讲：你该死，因为你奉上主的名讲白贼。伊若继续讲，伊的亲生爸母会甲伊插死。伫迄日，逐个假先知会因为所看见的异象感觉见笑，袂阁穿先知衫骗人。伊会讲：我毋是先知，是农夫，一世人做事。人若问伊：你身躯哪有伤？伊会应讲：是伫阮朋友因兜受的伤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刀剑啊，醒起来！攻击我的牧者，攻击我的同伴。拍牧者羊群就四散。我要活转身，攻击细只羊仔。上主讲：这个地2/3的人会受消灭，1/3会留地。我要互这1/3的人受火锻炼，亲像得炼金炼银，因为求叫我的名，我要应因。我要讲：恁是我的子民，因会应。上主，你是阮的上帝。